好来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中和，昨暝7点外，一台免入的要来登园，无拍方向灯，警察要甲抓落来，伊就啊吹油门赶紧走，弯入去巷仔底，结果弄倒着4台机车，害一个人受伤。警方不得不来开枪，开11枪，甲人绑起来。原来这个23岁驾驶涉嫌诈欺，前一天才互通缉，隔天就互逮捕。不要拉车，下车！白色警告车驶入巷仔内，警方大声呼过兼开枪，因过驾驶无拍算要停落来。等下去拄到有车已经无去路，警方赶紧约进前，大声喊驾驶落车。下车！撞人啊！下车！一个远警对空开枪，另外一个赶紧拍开车门，将驾驶拖落车，甲铐起来。走到后面，车上有什么自己讲？车上有什么？很快，就是看到他开得很快，我就听到6、7声的枪响。巷内乌托摆被弄到，轿车的钣金嘛去找到，玻璃破去，涂骹壳枪支砍。警察连续派人有庆声，附近的乡亲拢惊到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中和景平路肇事姓吴的驾驶，因为当月无拍方向灯，警察要甲拿走的时，伊拒绝临检，佮弄车。警方对空开4枪嘛无停落来，甚至呢驶入巷仔内，警方又搁向车辆开5枪，对空佮开2枪，总共造成4台乌托摆被弄到一个过路人轻伤。该车那以冲撞路边停车。还有行人，那以实际造成危害，依警法合法使用警械。姓吴嫌犯涉嫌诈欺，车接被通缉，想袂到过段工就互抓到。然后经查无性驾驶系诈欺通缉，民警于追缉过程中使用警械时机均符合警械使用条例。本地道诈欺被通缉，即马爱搁加派一条肇事道走被依法上班，都爱乖乖啊接受审判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